条，来看国民党的立委痛骂到5倍关系互相协商，因的党主席江启臣带头来冲行政院。行政院规划振兴5倍券，本地是1000块的现金，要来换5000块的券。院长苏贞昌早起找民进党的立委到行政院来讨论到5倍券最后的决策。国民党的立委无予邀请，真不满。江启臣带头来冲这个行政院，伫门口压价钱，要求都要发现金，一度甲警方爆发到下杀的冲突。即摆嘛确定了，1000块的现金唔免了，政府要直接来发5倍券。民主国家备战啦！让我们支持他，让开。行政院大门口前，国民党立法院的党团想要直接入去找院长苏贞昌，以补办行政院邀请执政党立委要去协商5倍券，将国民党立委当作缩改。你秘密里面几10个，让大家进去拍，不要密室协商。帮头讲一定要见到苏院长，佮也准备好的价钱，诉求讲5倍券改发现金较实在。餐费我们算200块好，3餐算200块，1个月就6000块，给我5000元，怎么可能存起来？都要饿死了，还会存起来吗？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而且是先射箭再画靶。请苏院长行好了，给大家现金。批评行政院连协商嘛是互相的作业。本来讲民进党立委来协商煞，结果换国民党将近1点钟后，因决定无爱啊。出到那么简单，来对抗人民，我们感觉到是民主的耻辱，我们拒绝跟他见面。帮头讲新会期无要和苏院长上台报告，那呢5倍券到底是要安怎发？有民进党立委就讲5倍券的版型早就做好啊，毛立委建议讲会使改名叫做纾困振兴券，而且200块面额歹用，会使增加小面额，其中1张1000改做10张100。基本上应该就是振兴5倍券啊，差不多这样的概念。对于政策有不同看法，我们都可以接受。最后版本行政院安怎改恐惊，就像国民党所留在规度卡的这个价钱同款，真伤脑筋。好，来。